初接觸期權嘅朋友已經覺得期權嘅概念相對其他投資工具複雜，期權鏈嘅報價密麻麻，又 call 又 put 又買又賣。更加複雜嘅地方就係要點樣揀一個期權交易嘅平台落盤呢？唔同嘅平台版面完全唔一樣，無從入手。市場上有唔少人都係用 IB 同富途牛牛呢兩大平台做期權交易嘅，坊間亦都有好多視頻示範點樣喺呢兩個平台上面操作。今次我哋除咗簡單示範呢兩個平台上面嘅操作之外，亦都會以職業期權交易員嘅角度，極度深入比較兩個平台喺期權交易上有啲咩分別，以及大家要點樣充分掌握呢兩個平台嘅優點。過程之中，我哋亦都會將期權交易嘅概念同大家深入探討。6月18號晚上8點到10點鐘，我哋會舉辦 IB vs 富途牛牛期權交易平台大比拼線上工作坊，費用全免。工作坊內容如下：1IB 同富途牛牛交易平台示範；2平台嘅期權交易功能比較；3因交易平台帶嚟嘅捉蟲個案；4課程簡介。有興趣出席嘅朋友可以掃描以下 QR code 登記出席。期間有咩疑問可以隨時 WhatsApp 68518419同我哋聯絡。6月18號晚上8點鐘見。